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医师。有一寡以下研究讲，加交朋友对身体健康嘛真有帮助哦。咱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的词，甲交朋友有关系，就是交陪。交陪，交陪汉字写作交陪，罗马字写作交陪。交第一条，陪第五条。交陪就是甲朋友交际来往的意思。甲伊意思相外的词有伴暖、来去。咱甲朋友咧交陪，嘛会使讲咧伴暖、咧来去。甲朋友交陪的时阵，爱先困斗阵，唔是先困斗阵哦。喂，先困斗阵的朋友，才做伙会久，才会相挺。有困难会斗相共。人讲始终兼外贴，就是咧讲这种感情真好、基底的朋友。甲朋友咧交陪，若无拄好有误会，就爱陪会互清楚，才袂到尾啊歹面相看，安尼就较歹啊。啊，就是俗语咧讲的，人情留一线，日后好相看。朋友交陪有深有浅，会交直的交较深，袂交直的交较浅。交情较好的朋友，咱就斗相共较济，唔免大家拢陪对甲到。若无会像俗语讲的安尼，人情世事陪到到，无定甲无走。意思就是讲，有时阵咱会为着人情去付出，毋过嘛爱考虑家己的困难，毋通甲家己的资源拢摕出去甲朋友斗相共，到尾啊，家己的厝内已经创甲无定甲无走，安尼就歹啊。学习交陪、伴暖、来去。始终兼外贴，人情留一线，日后好相看。人情世事陪到到，无定甲无走。今仔日咱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收看。我要去甲朋友交陪开讲啊，安尼，等后摆再会。